别说了，宋城老将军。喏。程咬金呀，程咬金，朕知道你一片忠心，可如今你年事已高，就是喊破喉咙也蒙不出当年的三板斧了。征兵了，征兵了！我想去吃军粮，咱们去吃军粮吧！啊，好啊！啊，建功业的机会终于到了。到时候缺粮卖他们粮，缺马卖他们马，缺兵器卖他们兵器，只要均衡3个国家的实力，不叫一方做大即可。照我看，他们3个国家的实力，打个7、8年呢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不过也差不多完蛋了吧？就算不完蛋，就接着打呗。我就不信了，我还。你能不能正经点？军国大事岂能儿戏？没不正经啊！你看这个。高丽、百济、新罗不也是3国吗？那我大唐岂不成了战争贩子？能捞着什么好处？哎，只要我们控制得好，就让他们在这个漩涡里挣扎吧。关键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出兵干预，只要少量人马，就可以起到重要作用。不但可以赚到钱，而且还可以制约他们3国的力量。只要控制得好，战火绝对不会蔓延到我们大唐的。平衡是最关键的。缺德，什么人呢你？把我堂堂天朝说得如此不堪。不过这也倒是个办法，就是这兵器、马匹、粮草不可能大量出售，朝廷怕是不会通过你的策略。本来就没说能通过呀，就消遣吧。不过你想想，这个方法很合算，一手赚钱，一手赚人。不但可以削减咱们边境军力的支出，还可以回来全心的对抗这个西域异族，这不一举两得吗？何乐而不为呢？赚钱倒是明白，这赚人是个什么道理？你看啊，3国战乱，遭灾的是谁？是老百姓啊。我国举国升平，他国战火绵延，到时候会有大量的这种受难的老百姓涌入到我大唐境内。哎呀，这些人可怜呐，你给口饭吃就行了。到时候把他们都收拢过来，什么修个桥啊，建个城啊，然后到战场上去做个死士啊，人家都愿意。这样不但节省了我大唐的开支，而且还减少了我大唐将士在战场上的损失。你呀，多亏我朝国富民强，这要把你扔到乱世，指不定祸害成什么样子呢。读书人读成你这么阴损缺德的，这满长安城也就你王子豪一个人。不过这也倒是符合你的性子。我是什么性子呀？我都困了，这能不能睡一觉？想什么呢你？拿我这儿当什么了？什么地儿啊？你说呢？公主殿下，皇上打发太监宣您入宫。你说什么时候宣布好？你太不会赶点了。你先在这儿坐着，我去就回。得，我也去就回吧。这天黑之前能收工吗？一准能。宫前去侯爷府找胡账房支去。谢四小姐。哎，药材和糟酒明天就派人送过来了，抓紧时间生产吧。放心。再擦亮点。想当年老太爷穿着这身甲胄是何等的威风。咱们的夫君虽然上不了战场，可带领庄户们交场点兵也是件露脸的大事儿，绝对不能给王家丢脸。夫人，你明天真的打算让夫君穿这身铠甲吗？那当然了，正所谓夫贵妻荣嘛，哪个女儿家不希望自己的夫君是个浴血疆场的大英雄？这虽然上不了疆场，可好歹穿一回戎装，让我好好的感受一番离殇之痛，也不枉今生夫妻一场。打仗就打仗，还非得让我亲自带着这帮庄户去办入伍手续，这都什么规矩啊？都麻烦死了。夫君回来的正好，来，妾身吩咐二女把老太爷的铠甲擦得乌黑锃亮。来，
快给夫君试试。夫君，哎，等等，这干嘛呀？我也不上战场，再说我也不符合征兵条例啊，我可是3代单传。夫人的意思是让夫君感受一下离殇。夫君此次定要忠心为国，奋勇杀敌。我靠，不会是真让我上战场吧？我的妈呀，冷兵器时代，这种战争我只从小人书跟电视里边看见过，这他妈简直就是肉包子打狗，有去无回啊！你在这比划什么呢？你不是玩真的吧？不愧是我的好夫君。兰陵公主到。皇妹啊，如今大军已经出发，朕的心里空落落的。皇兄不必失落，这是皇兄登基以来的第1场大仗。若能顺利拿下百济，不但可以一雪当年太宗皇帝被迫撤退之辱，还可威震对我大唐怀有狼子野心的周边邻国。如此重任在肩，难免心神不宁。此役军情复杂，前方战事定然波诡云谲。就算是父皇在位，也没有打过如此复杂的战争。战术战法上，朕并不担心。半道局势风起云涌，高丽、百济、新罗缠打在一起，我大唐的军队如何把握时机，十分难以拿捏。皇兄不用担心，可以借鉴《三国志》的谋略，辅以合纵联合之策，定能保我大唐战场得势，他日奏凯。《三国志》辅以合纵连横之策，正是。皇妹如何有此高见？皇妹愚钝，不曾有此见识。倒是我大唐的一位军事奇才，令皇妹茅塞顿开，时值兵锋所向之际，特献此计。军事奇才，想不到王修竟有如此才能，焉能埋没？皇兄的意思是？加封右武卫陆氏参军，让他入朝为官。皇兄，王子豪是个没有正行的人，身体孱弱，散漫顽劣。这军中事务不厌其烦，他恐怕应付不来。再说他平日骆驼惯了，本就无心国事。据皇妹方才所言，此人雄略滔滔，高才宏论，国家正是用人之际，这样的人才岂能埋没？皇兄，这王家3代单传，还没有子嗣。皇兄向来宽厚仁慈，怎么也要为王家留条后吧？无妨，朕自有道理。什么道理？皇妹先坐，听朕慢慢道来。平时为民，战时为兵，于兵于农，兵民合一。裁军者取强，利军者取富。财力诱军，先取多丁。不是你干嘛？我是去带队的，我穿什么盔甲呀？我不是。夫君精忠报国，切莫为家事操心，妾身在家等着夫君凯旋而归。夫人，你这么认真干嘛？你不是跟我玩真吧？哎，喂，哎，不是，哎，夫人，夫人开门呐，夫人。这女人也真是的，你不怕当寡妇啊？夫君上阵杀敌，妾身一定照顾好夫人，等夫君回来。夫君，他们是来干嘛的？你问我，我还要问你呢。你又整的什么幺蛾子？
夫君错怪了，妾身不过是想感受一番离殇之痛，哪晓得会招来他们啊！狗屁离殇之痛，胡闹！我就告。来者何人？你可是王修王子豪？是。又怎么样？铠甲都穿上了，看来你早有准备了。我是要带他们去教场点兵的，准备接旨。啊？王修王子豪接旨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朕听闻苍梧县男爵王修雄韬武略，天纵奇才。眼下战事四起，大唐正是用人之际，朕特招王修入伍，加封右卫路使参军。钦此。君言，您是不是误会了？我是3代单传，不符合征兵条例啊！福王将军到兵部议事。啊？侯爷，哎，得罪了，不是，我，你们不能这么干呐！我是3代单传，52年体弱多病，陈学友，你个幺蛾子！夫君，都是年轻人的祸，这好端端的让你穿什么盔甲吗？还说那些精忠报国的混话。这夫君那小体格，这一上了战场，一准就为国捐躯了。只剩下我跟2女，可怎么度日啊？夫君要是有什么3长2短，妾身第一个不活了。我也不活了，一条白绫随了夫君去。哎，哭就是要哭，哭管什么用啊？好好日子不过，非感受什么离殇之痛。这样好了，知道痛了，别哭了，还不赶紧想个办法，让姐夫赶紧辞了这个狗屁差事。那有什么办法呀？老子快说！我一乡下来的，我能有什么办法呀？都什么节骨眼了，哪个不看眼的又来添堵？姐，是福不是祸，兴许这时候真来根救命稻草，先会会再说。也是啊，反正夫君都没了，再坏也能坏到哪儿去？2女，走，陪我到前面会客去。这本宫也没想到皇兄会做出这样的决策。这我拦也拦了，劝也劝了，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，他做的决定，本宫也无力回天。那既然如此，公主为何要告诉皇上那些谋略出自夫君之口？这不明摆着将夫君的性命于倒悬吗？哪有夫人说的这般严重啊？怎么不严重？平白无故让我夫君上战场，就他那小底壳，那么单薄的一个人，那如何应付得过来？只怕是上了战场却下不了战场，皇上还不如一刀把他给杀了算了，让我们陪葬的也能跟个全尸。夫人真是越说越离谱了。这让子豪去参军，虽说是出离了本宫的意图，可也不像夫人想的这般严重啊。皇兄跟我有言在先，这右武卫陆氏参军非但不用去战场，更不用离开长安城，也就是去军部视察视察，出谋划策而已。所谓谋定而后动，子豪这边策略一出，自然就有800里加急送往前方战场，这样也可保前方战事稳妥。子豪更可以借此机会展露锋芒，过把大将军的瘾，这何来失手分家之说呀？公主说的可是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2女，快给公主磕头！哎呀，快起来，免了，这可使不得。你们就别再多想了啊，快坐吧。辽东传来捷报，在将军苏定方的领导下，我们歼敌1万余人，因夺回13座敌人的城池。因天寒地冻，为体恤士兵马匹，攻势已经停止。待来年春天气候转暖，我们再战。王参军真是用兵如神呐！如今前方大胜，皇上定会颁诏嘉奖兵部，我们这些弟兄可都借了您的光了。哎呀，小事小事。
不值一提，不值一提啊！这可不是什么小事啊！您在这儿动动嘴皮子，我们那儿就打胜仗啊！我在疆场上混了这么多年，今天总算见到运筹帷幄的活人了。好了好了，不抽了不抽了，这个一晃半个多月也过去了，如今战事暂缓，也是时候该回家看看夫人了。是，王参军劳累了这么多天，是该回家看看了。那就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夫君去了多长时日了？半月有余了。夫君不在的日子，府上都冷冷清清的，炕烧的再热也不解寒啊。眼看就要过年了，这月月的日子也临近了，没有卫生巾的日子可真难熬。夫君，其实好想你啊。你们这帮老娘们儿真是没出息，整天哭哭啼啼的，烦都烦死了。不是姐说你，你看看你，这吃没吃相，做没做相的，还真把自己当老爷们儿了。就你这个样子，以后还怎么嫁人啊？大不了不嫁了，跟着姐夫做生意。再不济，我去兵部混个一官半职也不错。你呀，真是错投了女儿胎。夫人，夫君回来了，快坐快坐。哎呀，这半个月辛苦了，都是妾身不好。哎，怎么还穿着这个呢？再不要了，酸死了！你们慢慢腻吧，我还有事儿先走了。你不跟咱们一块腻腻了？是啊，我跟鸡腿腻去。夫君为国效力辛苦了，那边吃的睡的还好吗？还好。夫君，你还没吃饭吧？饿死我了。哎，那今天是冬至，要不咱吃馄饨？吃馄饨？冬至应该吃饺子呀。人们都说坐着不如倒着，好吃不如饺子嘛。吃饺子，我最喜欢吃饺子了。既然夫君想吃，那咱就做。想吃什么馅的？家里面有韭菜吗？想什么有什么，妾身啊，这就让钱管家去买。那咱们就吃个韭菜猪肉，好吧？吃饺子，吃饺子。子豪献平辽策，引起了皇上李治的注意。皇帝爱才心切，将他纳入军中。下一集，子豪终于过了把老板瘾，给所有的人员发布了年终奖。还有一项举世瞩目的东西也即将问世啊！小侯爷放心，老汉我用了20多年的报案，从来没出过事儿。这黑火药虽然没用过，可心里还是有数的。好，钱叔，出什么事了？快来呀！出人命了，快帮忙！